来国会改革的法案将三读通过，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伫立法院发表感想，伊讲伊过去无炒股票，无违约交割，嘛无内线交易。伊指控着民进党用刑法第100条，甲伊这个误册馆长拍入监狱。这个话一讲出来，是引发着民进党的立委苏卡辉来痛骂，讲鲍坤基摕家己甲民主前辈做比拼，互人会吐。鲍坤基嘛甲民进党的立委沈发辉，伫个立法院内底来对骂，这个气氛是一度真紧张。人渣，你才是人渣啦！典型的恼羞成怒，丢脸。台顶大家互相伫咧相骂，与民进党立委沈发辉讲到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的太太，花莲县长徐正贵反对表示机会罪，互气氛是真紧张。随国会这款法相关修法三读过关，鲍坤基随来配烂。全国唯一的9年的5星县长傅昆萁，被民进党用刑法100条意图叛乱都已经取消的，用意图犯来办我不但没有违约交割，不但没有内线交易。不过，鲍坤基封关并不是刑法第100条，是因为1997年到过段年12月，甲股市金主黄任中借4亿元，查开除玉成含中纪公司的股票，却法院认定违反证交法，判有期徒刑2年10个月。2020年5月2号，红调起人下来，无到1年就假释红放出来。本届国会有人都在说有许多更生人。毕竟100条讲是想要破坏国体、非法占领国土，或者是非法变更国宪、颠覆政府，所以民进党立委苏家辉嘛伫咧辩斥骂，爱鲍坤基唔通保留当年去刑法100条判刑的牺牲者，因为鲍坤基摕家己含挟民主的成败比，真正是互人看甲真变白。不管国会这款修法的民众，昨嘛搁一摆来到立法院路口抗议，大声话要来罢免国民党的立委。明年的1月13日，也是1年后，我们会点名一个一个蓝委，我们会一个一个把它罢免掉。我们都表示尊重，不管是对我们的人身攻击，我们当作是宵夜账，要提出对我们的罢免，我们是对，这是我们肩膀上光荣的勋章。面对罢免，但要甲揪落台，鲍坤基无咧听，要继续带南北立委废掉监察院，成立在野党特侦组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